Hello，今日同大家去分享關於有能力嘅人同埋幸運嘅人呢一兩個名詞㗎。好多人嘅八字好靚，運程亦都好好，咁呢一啲人去做銷售行業，幾乎係吉星高照，貴人多到接都接唔住，所以佢可能比較輕鬆地賺到好多錢，但咁樣並唔代表住佢嘅能力強喎，佢只不過係好幸運，係人生嘅幸運兒。你同呢一種人交流，佢可以同你講好多說話，但係內容呢就冇咩重點嘅喎。講白一啲就係冇咩層次，佢嘅說話唔會令到你有深刻嘅印象。但係有能力嘅人，佢嘅工作能力真係非常強，而且說話非常有力量。而呢一種人嘅八字係一定會有食神或者係傷官，而且呢一兩個十神係冇被克傷噶。所以佢哋睇事情係非常之精準獨到，常常一針見血，指出事情嘅重點所在。所以呢一類人通常都係成功人士。第三類人，佢哋好有能力，但係佢哋嘅八字唔好，要等待好嘅運程降臨。所以佢哋嘅人生係比較奔波勞碌，冇貴人，人緣亦都好一般，生活亦都有唔少嘅波折，充滿人生故事。而且會有一種時不與我的感嘆。呢一類人呢，佢嘅人生係比較辛苦噶，亦都冇咩韌性，可以係冇官星，又或者係官星受傷，而佢嘅食傷星係比較強噶。第四類人就係佢既冇能力，而且八字亦都唔好，運程更加唔好，所以呢一類人都會處於社會嘅底層。拜拜。